29歲嘅楊義堅係苗栗陶藝家第二代，而大學讀嘅係企業管理，新幹線吊掛輪路卡嘅圖，研究所改圖應用藝術，喺台北做嘅2年嘅設計師，還係上嘅歸家鄉。2年lang前，伊歸路卡對有熟悉有成熟嘅做圖重新出發，也看到許多提供用歸家鄉嘅後生嘅，喺各自嘅領域慢慢地打拼。故所以盼嘅銀山職人藝術串聯展，也下除了做圖，伊發現伊自家還是在做很多事情，整合歸家鄉嘅後生文化人，想喺歸家鄉發展嘅一條路，引來引好行。回來看到我們做的這麼棒的成果，然後也許就邀請他們說，你也可以回鄉試試看，所以就引水了，就變成是引山，因為我們苗栗是山城。楊義堅當詳細說明，也從職人藝術串聯展，佢希望就像引水人同樣，向很多後生人轉到山上苗栗。我以一個茶席出發，一場茶席會有什麼元素呢？一定有陶，然後一定有茶，然後呢還會有裝壺的壺層木座，然後木座之外還會有下面的茶席布，也就是攬攬。編織，那除了這些以外，還會有要配的小點心，杏仁茶或是醃製的小果果，就是大概這7個領域。對茶席出發，故所有飛嘅有蔬菜、茶、草編、藍染，也都無強用兩百強人藝術家。楊義堅係特別先頭茶春堂看展覽，為民眾來示範昂嘅，還有發現展覽的奇妙，原來苗栗地方安有文化。我特地選在餐廳這種生活場景，是因為我不想要我的這些展覽作品只會出現在文化局或者是什麼藝廊啊展覽廳裡面，因為我覺得想要落實的一個態度是藝術走入生活。苗栗是一個很棒的故事舞台，對。那我們今天做的這些東西是為了現代人，就是說，心靈比較疲乏。對，如果說有一個地方有一個文化，又可以享受美好的食物的話，那其實整個人是會被療癒的，所以我們才覺得說，今天就算把桌子撤離，也是要辦這個展覽。遇到也從展覽喺飲茶春堂嘅主人邱金田，特別細做西裝太作嘅，建議為傳統文化留品質做好，比乜嘅都重要，故所全力配合楊義堅。楊義堅做咗家鄉人啦，出台飛嘅創作，為咗整合後生嘅藝術家出錢出力。我先回來自己做陶，做了大概半年左右，然後其實做陶就是自己一個人做自己的東西嘛，那做了一定程度也會開始覺得有點無聊，想要做更多事，但是自己一個人又很難有資源去做更多事，所以這時候就有朋友他就丟了一個台北客委會的計劃，叫做全球客家串流計劃。做好一隻紀念出來，再個用吹風機去拍照。楊義堅本單讀嘅係正大器官內研究所設計套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畢業過後到台北做平面設計師，做為2年，新冠頭度上嘅係進步卡做飛嘅。那時候同事也會問我說：你以前是念什麼的？然後我也說正大氣管。然後同事連跟我一樣大的年輕人，還有3年沒買夠。怎麼這麼可惜？那你以前念氣管，現在怎麼不是去什麼很厲害的公司？但是對我來說，這種話都是聽聽就好。我知道我一下都做嘅事情，做啲慶賀嘅。真係都雖然講係溫柔嘅嚇，爸爸媽媽是因為不妨一試啦，因為每個行業每個事業只有一片天空，嗰一片天空咧，當然就唔係講100%如果成功啊，但是奶奶要經過你去做，掌握地帶。楊家強係有名嘅陶藝家，佢每次到每學歷按個，進到苗栗睇打賞，點都以支持佢想創作嘅理想。受到家庭教育培養，楊義堅有隻好藝術嘅靈魂，自細就聽得也做飛嘅，不卡表年咩，佢自細都睇創作。幾條白多嘅小學家是畫那陣嘅圖專業啦，畫好以後係拿到學校去教嘅時間，老師都講唔好很太認真做吧。我那時候
听到这个反应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该生气还是该高兴，就是一边觉得生气说你诬赖我，一边又觉得好棒哦，表示我程度很好。然后所以回到家以后跟爸爸妈妈就是有类似诉苦这样子，然后但是就是爸爸妈妈都是用很正向的方式鼓励我。杨家庆和古里莫耶去苗栗公益园区，听说得到国家公益奖的同仁大使同运请客，除了为了爱重新打好基礎，背後係一個原因。像我上爱做一只東西，然後我原本佢就說講我按樣嚟做，樣嚟做，佢就做講唔做按呢，啊講係做設計拿來做嘅，然後我做想講，跟我學嘅人按呢，這全部做出嚟我好物嘅。講起大風嘅，會講手把指點嘅問題會難睇，不過要睇勢要注意。唐玉清先生落去苗栗公益園區搞肥嘅7年咧，一直鼓勵各行業人來學。也特別平常時注意一道嘅學業，經驗與到交流，交流學相互成長，技術做嘅進步。一出以來呢，我喺個工作室嘅環境啊，當到係退休人員，也係遇到第二專長啊，人講嘅事業嘅天意存啊。但是以前呢，也在後生年啊，發現到佢係多麼背最近歷練過嘅人，佢完全係一個外行人。但是佢對肥嘅見解係同我哋一般做肥嘅人嘅思想係冇同樣嘅。對唐運清嚟講，楊義健雖然唔係傳統學識嘅做肥嘅，不過有家庭嘅背景，有新嘅想法，冇天初做得發展到行較好。可能我冇有搞到機器，佢腦筋可以想到機器，也最後生人嘅做法。但是我也冇反對，傳統嘅樸素唔要孤獨，唔可以變化，我會鼓勵。嗰個藝都一邊嘅教學，就係希望像以前按嘅後生人啊，用大膽嘅想法啊，用無同樣角度來潛入也做肥嘅手法，也將會創造新嘅思路出來。不需要覺得說我現在是做陶的，那以前念氣管系是不是沒有發揮到？因為我覺得每一件事情，你潛移默化，你在企管系受的訓練，像是你企業經營啊、行銷管理，你在任何的領域，你只要有心去用，你一定都可以用得上。而且也正因為我一路走來，在這種不同階段的旅程，然後去打開我的視野，我才會一直到現在決定要做陶，這一切都是環環相扣。雖然真係苗栗做肥嘅，唔知做得做幾久，做到幾好，用意見確定嘅係，家嘅心要到苗栗。皮蛋也向下做肥嘅，策劃一場真人藝術展，佢打開嘅頭一步，未來亦行上連接，行下到後生嘅文化熱，向下進入家鄉嚟打拼。